債務舒緩成功個案，一位採購主任點樣透過業借鄧嘅協助，成功減輕近50萬嘅債務壓力。債務舒緩計劃，英文叫 Debt Relief Plan， 簡稱 DRP。呢個計劃幫助咗唔少受債務壓力困擾嘅朋友重拾生活。我哋會深入分析其中一個真實個案，一位採購主任點樣透過業借鄧律師行嘅協助，成功減輕近50萬嘅債務壓力。先同大家睇睇數據。業借鄧處理過成功 DRP 個案，涉及唔同職業人士，包括採購主任、高級工程師、貨車司機，甚至藝人，平均月入大約27,000蚊，當中6位已婚，3位離婚，1位單身，仲有6位要供養父母，每月平均要俾2000幾蚊生活費。今次主角係一位採購主任，每月入息19,700蚊，已婚無子女，但就欠咗4間債權人合共482900蚊。當時佢每月最低還款要15000蚊，基本上出糧就還晒數，剩唔返幾百蚊，連基本生活都搞唔掂，點算好？佢嚟揾我哋業借鄧，我哋律師團隊為佢度新訂做一個 DRP， 透過整合債務，成功同債權人談判，將月供由15000減到8000蚊，足足減咗47%壓力。成果與價值經過協商之後，4間債權人中有3間成功參與，令還款安排正式重組。佢每月即時多咗7000蚊可用嚟生活、買餸、交租，再唔使日日驚銀行打電話嚟。DRP 帶嚟嘅改變，透過 GRP 唔單止還款額減咗一半，我哋仲幫佢延長還款期、減低利息，甚至確保佢嘅現有資產唔會俾人扣押，幫佢真正過返一個有尊嚴、有安全感嘅生活。最後總結，今次個案證明咗 DRP 唔係紙上談兵，真係可以幫到人，唔使破產，唔使代幣，只要肯踏出一步就可以揾到出路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都正面對債務問題，記住唔好自己死撐，揾專業團隊幫你睇清楚情況，重拾財務自由。業借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